好了。黄掉了吗？流出来。啊？它这样流出来。弄衣服啊，真的哎。没关系啊，用睡裤没关系啊。那你衣服要不要？衣服不要穿啊。哎，要不然就卷起来。裤子没关系，你就都坐那椅子啊，那椅子可以擦没关系啊。不要坐到沙发就好了。大家晚安。我们在一段时间我们的老师就会上线我们这个家长成长班是同样一个时间有一个虎虎的太虎的学习，或是儿童的班级在学习。时间下我们会有家长成长班在现场是家长在举办，请大家稍微等一下。我是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总干事，我在这留印欢迎大家。那不知道可不可以请大家先把麦克风关掉一下，因为会有杂音。君如，我们可以请君如，谢谢谢谢哈。那我们下个礼拜也请容许我让我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下个礼拜我们是邀请了一位非常有名的导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
这个电影哦哈，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他因着我从他很年轻的时候，大概17、18岁我就认识他哈，他是罗越导演，他也致力于媒体，怎么样子让我们的小孩子，其实我们大人也可以学习，就是新媒体我们怎么样去辨识，以及我们怎么样透过媒体制作一些媒体成为我们的学习的这种里程的这个记录哈。那这个在下个礼拜罗月，在下个礼拜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会邀请我们的专家或者是家长哈，或者是我们觉得他在生活上已经活出那个108课纲的这个精神哈，我们都会邀请在我们当中。因为我自己也有3个孩子哈，那我知道我们当父母的，我们真的需要有一群人彼此来一起陪着孩子来长大，尤其我们是那个时代是联考的时代嘛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被这个跟着孩子一起长大哈，跟着孩子一起来变动。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新数学，所谓的这个新的数学结构式的数学我们还有9年一贯。那现在呢是108课纲跟或者是说108的素养哈。那我非常喜欢这个108的素养108的课纲，大概在几个礼拜前，我们有邀请到一个线上的国中的老师，他专门是在教数理方面的那他有做了一个比喻，因为他有好几个学生都是在学校的时候成绩都不怎么样，但是现在他的学生大概都30岁左右哈，这些学生竟然学到解决事情的这种能力，最主要是有那种态度，对生命热忱的态度嘛，然后是成为好几个是成为在士林地区很有名的小吃店的老板了那经过疫情，不但生意没有下降那个是生意兴隆这2年内，那就可见说108课纲它不只是一个考试的改变，它更是培养我们在各方面我们面对困难的人生是怎么样可以更有勇敢跟更有勇气跟力气也需要有一些的智慧。那我记得虎山高中的校长他曾经有比喻说108课纲素养怎么样来形容呢？可以说一个比喻就是说，假如我们想要可以来宴客满汉全席的话，可是如今现在我还不会买菜，也不会煮饭，怎么办呢？那我可能要先学会怎么选菜，我可能要先学会这个怎样的菜色配什么，我可能先要学会这个煮饭的原理煮菜怎么样配色，怎么样营养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学识方面的知识方面。那么有了这些知识，我光有知识不是大头脑而已，我需要有技能。那这个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煮饭怎么样子这个火候在什么温度之下，我们可以煮出很美好的一餐。但是只有煮出美好的一餐，没有人吃，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件这个达到当初的目标。那么我们恐怕就要有那个态度，是我煮出来的东西，我怎么样子可以呈现，怎么样子来有那个态度跟别人来分享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108课纲。我觉得这个形容我非常的喜欢，就是我们需要不是学那么多咯，但是我们却是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学得更精准，而且这种的精神，这种素养可以用在人生的很多的地方那我们非常欢迎每一位不管是线上还是现场，因为我们太古班有一些家长在等小孩的期间，其实跟我们一起在学习，使我们成为家长的也可以被鼓舞好，那这个就是下个礼拜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个我们的古语班。那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我们全人生命教育协会
有一些课程是在线上或者是实体，因为我们既然是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就是对每一个年龄从这个幼儿一直到99岁、100岁，我们都致力于在人的这个生命上面我们怎么样活得更精彩，我们怎么样活得更有意义那今天的这一个时段55我们家长成长班是 focus 在我们成为孩子的父母，我们怎么样跟孩子父母我们一起来学习在这个当中我们自己也受惠，我们的生命也更生活生命更精彩那我们呢话不多说，今天我特别来邀请我的好朋友很久以前就是好朋友我们的郭美玲老师她是台北市的高中的这个化学老师。那化学老师呢一定有我们这个会等一下他会分享比较专业的但是我想今天我们的 focus 是在他怎么样子引导学生跟身边的人，尤其在十字路口上，我应当在求学的路，我要走哪条路？那我要简单讲一下，就是我的小孩其实都，尤其我的老大很认真，但是他就是成绩不好真的呢会越努力越挫折但是那时候我就认识郭美玲老师，那等一下就会听到她怎么帮助我。我有3个孩子我的第2个孩子呢，这个没有他哥哥那么努力，可是他确实很聪明。他的这个国小时候他都过目不忘，他成绩可以非常好。但是他发现他觉得走哥哥这条路，他大概没有什么没有哥哥那么努力，哥哥那么努力都没有好的成绩了，那他还能做什么呢？于是他就找那个捷径而且他对人生有很大的这个觉得还要去追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于是他就越走越偏，不是从正道，而是一直偏到快要黑道去了那怎么样子郭美玲老师把他带领引导？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困扰呢？我的小女儿也一样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郭美玲老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游标我们可以来定在把郭美玲老师定住那它就会变得很大他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有一些分享的时间郭美玲老师欢迎你。谢谢，谢谢你的邀请。很年轻我们的郭美玲老师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你不要看她这个很年轻，以为18岁你不要被他骗他其实小孩子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小孩大概多大？我比较晚婚小孩子现在大的大2，小的是算是高1的年龄这样子。所以是父母他是真的也是父母，所以跟我们一起这个成长的那我今天特别邀请美玲老师就是想要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就是大家其实都很关心就是请问说我们其实有几次都有讨论到108课纲，如果我们大家有跟上我们的这个家长成长班的话，我们大概略知1、2那孩子在升大学的这个过程，或者是升高中这个学习的历程特别是最近很夯的这个学习历程竟然有很多竟然是遗失这个真的是小孩子很错愕将近有2.5万笔学习历程的档案是遗失的，那这是别人的错。但是我刚刚也有遇到一些高中生高3的50高中的其实他也是这个受害者那我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幸好我有这个留档啦那我想有一些是没有留档的所以我要请问老师对这种别人造成的错误在人生中那你有什么看法？面对这种情况意外，那我们父母怎么样陪伴我们的孩子一起来面对？ OK， 其实关于这个学习历程档案，最近当然是有遗失，然后也有大概7000多个学生吧，都受到影响。那其实大家也不用太紧张，那个教育部一定会负责，想办法把档案救不回来。那如果救不回来的档案呢，那当然就是希望同学可以重传。
那说实在，其实多数的同学如果在传这个档案之前，应该自己手上都有备档，也不会有人真的就已经把它丢掉了哈。我想应该不至于啊。那当初做得出来，大概都还有手上都还有备份，只有少数的人可能真的比较粗心，不小心弄掉了而已。那这当然是教育部的一个疏失，没有错，不应该说厂商的一个疏失啊。不过我觉得说当然教育部已经提出了解救的方案，可是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呃，小孩子可能一点点慌张而已，那父母绝对不要比小孩子更慌张。我觉得对啊，因为我觉得在人生路上其实都会去遇到一些事情。那就像小孩子小的时候，如果到一个地方有点可怕，那你父母表现的比他更可怕，好像更害怕，那小孩子只会扩大那个害怕的情绪。所以其实他们逐渐就是在这个年龄，尤其已经高中了哈，我们真的是该放手的年龄，所以应该是我们在旁边鼓励他，看他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而不是跳出来很认真的替他打算要做一场什么样的仗啊，这是没必要的。那他在未来的人生当中，确实也很可能再遇到类似这样的状况。他刚好是个学习，他可以学习看他要谨慎一点。如果同学有备档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上传而已。但是没有备档的，可能就比较麻烦。所以反而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上，不管今天是有资料遗失的人，或者资料没有被遗失的人，他们都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自己应该想办法把东西准备好，然后一定要留备档，不要发生这样子的错误。万一他真的没有备档，他确实就要花很多的心力再去做这个东西啊，哈。所以当然后来教育部也说，如果万一老师要重新指导同学的话，那么可能也付一些钟点费给老师。但是我相信这样用到的几率其实很低啊，应该多数人同学都会刚刚这个音乐牧师说的一样，应该他手上有备档。对，那我们就是陪伴孩子而已。对，好，就这样子。谢谢，让我们安心了哈。简单讲，我们父母真的哈要成为孩子稳定的力量哈。我们或许不需要成为那种万事通啦哈但是呢，真的有时候很难呢就像说老师你应该有教过很多的孩子哈，面对这么多的学生那小孩升学其实是很多的转折我的小孩最清楚了哈，就像我刚刚有讲哈，其实我小孩老大是非常努力的啦哈，就简单来讲就是他没有迟到过。也都是全勤到国中毕业的时候，不用我们叫他，都是他叫我们说，爸爸妈妈7点了，你赶快叫弟弟妹妹，我要出门了。3点，非常认真，这么自主的哈。可是他人生在考高中的时候很挫败因为他非常认真的，可是他却是不是那么顺成绩不如他预期。那我想老师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孩子在转折的时候，在挫折，特别是真的是努力了却没有成果，套句孩子说的话，这是人生的悲剧。所以可不可以让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说分享一下？我可以讲一下，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当然在人生的路上，其实找对方向才是最重要的啦。然后我举几个例子好了，像我有个我曾经遇到一个学生，那我的学生他就是像举例来讲，有个学生他成绩还不错，在班上当时是永远的第2名，可以这么讲。那因为第1名大概就是遥遥领先很多，但虽然他是第2名，那成绩也是挺不错的可是呢，没有想到大家到了高3的时候，他先前很认真，就认真去补习啦，然后这个我甚至看到中午他都认真的在背英文单词。然后也认真的补习，我就说，你这样子这么认真补习那像回到家是不是就已经很晚了？对，所以他大概放学后就是去补习，回到家已经11点多。那我就说，你有没有时间，把老师所教的补习班老师所教的、学校老师所教的做练习？因为真正做练习才是他自己的东西。那他就说对，所以他就只好再练习到2、3点才会睡觉。那早上又要7点半以前要到学校，所以大概一定就是6点至少要起床，所以这样他睡眠时间就很少。结果中午时间呢，又在那边开着灯在那边，就是中午时间
他就是还在那边背英文单词，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努力向学的人。那我相信他会有他这么认真为自己负责，然后所以我相信也不错。可是实际上呢，他在在高三那一年哦，他一直都补习，可是很奇怪，在高三的那个冲刺班的时候，他不补习。那我就觉得冲刺班的时候，我们学校事实上有安排，然后他可以在学校留在学校问我问题。所以他那时候跑来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了，因为我发现他问的问题让我觉得，他可能问了一些蛮基本的东西，那我觉得怪怪的，因为我觉得以我所认识他的程度，应该不会问这么基本的东西。结果呢，后来我就发现，旁边那个很难的题目呢，我问他，他懂，他会耶，就很基本的东西，他发生了他不会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怪怪的。我怀疑他的在建构他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就是可能因为补习补太多，搞不清楚，可能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补一些很难的东西，结果这很难的东西有可能不考，有可能考不到。但他比较不清楚说，当然老师可以分辨这个东西会考不会考，就他可能分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很担心他接下来考试可能没有办法考出他理想中的成绩。果然后来呢，他以他的成绩，以他原来在班上的一个程度的话，他考出来学校他不是很理想。对他而言啊，他觉得他考试像是辅大生科之类的吧，他觉得不是很理想。结果呢，那他当然心目中最希望是读医学系啊。结果后来呢，后来就读了1年以后，回来找我，我说你现在呢？他说老师我决定了啦，我现在决定要休学。我说那你休学以后要干嘛？他说我要休学1年，好好的准备呢这个转考医学系啊，转考医学系。结果有没有成功呢？就完全没有成功。那没有成功之后呢，又回来找我了。我说那你现在要怎么办？他说我决定要重考大学。那这一次他重考大学，后来他有没有找到他人生方向？至少有。对，后来他就说他决定要读那个警察大学。他说看可不可以考上法医系。如果没有考上法医系，他就是考一般的刑事科。所以他有上，然后也很快，大概几年后，他当所长好几年了，所以我忘记了。总之他就是说，我觉得他至少后来找到一个方向，那他也喜欢这个方向，那就好。那就好像还有我可以再举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学生，原来成绩不像刚刚说的这个这么好，他成绩就普普的，那就看得出他就认真在打球了，每天大概都在球场上。2年级是这样子，到3年级的时候，哇，我3年级的时候都开始要读书了吧？那他当然就会有一个状况，因为物理化学这样的东西，他会建构不起来，因为你到了3年级才建构，你会有追不上的感觉。所以后来他到了3年级，他追不上。可是呢，如果只是准备学测这样的东西，因为学测题目没有很难，所以他就觉得他比较能够掌握。好，所以后来他本来成绩可能在班上的，比如说一个班40个人，他的成绩大概在21、22这样子哦。但最后他考出来的成绩，在学测的成绩考出来的，我印象中应该是12、3这样子，班上12、3，那代表是比原来的来得好。那结果后来他可以申请的学校，我记得是嘉义大学还是什么，忘记了，反正就是一间国立的啦。那至少他就一直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要读上国立的，我没有上国立的，我妈妈不会放过我。我说好，那既然这样子，好，那至少嘉义大学，其实你大概填学测成绩下去填，应该填得上，而且大概第1阶段会过这样子啊。就后来他就填了啦，那第1阶段也过，那我评估他就算第2阶段也会过，顺利可以上那个学校。就后来他最后没有去，就是说后来第1阶段已经，因为那个第1阶段只要填过了以后再准备第2阶段的资料，后来他说他不准备，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妈妈说那里太偏僻了，不好，不好，那没关系，那就拼指考。拼指考后来他也是毛起进来很认真读了，我看他原来算是资质不错的，就后来毛起进来读到最后的指考的学校考上，因为他一定要国立的嘛，所以就上了彰师大的，彰师大数学系。一放榜，他是很开心的打电话跟我说，老师，我上了彰师大数学。那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的一个成绩跟状况，
所以相较而言，他上了张师大数学，他觉得说，我颇为满意啊，哈。那结果我也恭喜他，那他也是很兴奋的来跟我讲，结果没想到过了没多久，他是报到了、注册了，然后就休学了，他没有去读。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妈妈说哈，老师出来不一定有工作了，现在这个读了出来当老师干什么？因为到时候通通变流浪教师不好，不要。结果他就没有，于是他就只考，只考后来后来他就重新再考，就重考1年嘛。重考1年，因为只考已经考上张师大，不要就重考1年。就重考1年以后上哪里？重考1年以后他上，这回他倒是换了一个方向，上我记得是长庚，对，长庚大学的不知道什么系，我有点忘记。但这个就显然跟他原来设定的说一定要非国立不读，那就长庚大学嘛，就去读了。那后来他去读，也就回来找我啊。我说，那你现在你妈妈觉得 OK 吗？他说有了，比原来的那个张师大数学，他比较觉得能够接受。好，后来就是读长庚大学什么系，我有点忘记了，材料还是什么之类的，我真的忘记了。然后问题是想不到大2、大3，他现在已经慢同学1年了嘛，哈，大2、大3读完了，到大3大3要升大4那一年，他后来跑回来找我，我说，你现在不是应该，你为什么现在在这里啊？他跟我说，老师，我现在休学了，我现在呢又换一个跑道了。我说你现在换什么跑道？他跟我说，因为他去考警专，然后上了，然后就直接休学去当警察，就是去读警专。那警专只要读2年，他出来就是当警察。我说等一下，你现在是大3升大4哦，你已经重考1年，然后又大3升大4的时候，所以正常来讲，你的同班同学已经4年毕业了嘛。结果你现在说要这样，他说对，因为呢，我说那你怎么会想到要这样做？他说因为从我大1升大2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你要不要去考警专？要不要休学去考警专？结果他就不理他妈妈。大2升大3，他妈妈又讲了，于是他又不理他，他觉得他妈妈这样想法很奇怪。然后等到大3升大4的时候，他妈妈又劝说了，好吧，他就想说那就去报名吧。那其实以他的程度，如果这样去报名，我相信他会考得上啊。果然他就轻松上了这个警专，但是他当时一上就会立刻要面临一个抉择，因为那是在暑假的时间，他要面临一个抉择，要休学，还是如果你警专不报不到，你这个件事又是放弃掉，要还是不要？结果后来他就是先去警专报到了嘛，因为真的休学大概9月嘛，所以他7月大概7、8月就去报到，然后就去受训了，然后最后就9月这边部分他就办理休学了。那我说你确定你现在找到人生的方向？他说应该是啊。那后来我事后再问他，他也喜欢啦，而且他就告诉我说，哎呀，我去到警专那边读哦，警专是2年而已哦。他说我去到警专那边读，虽然好像感觉很可惜我怎么读了3年，就差1年就会拿到学历的？结果呢，他说我报到的时候，我去那边受训，怎么站在他前面那个同学啊？原来是台大某某文学系毕业的。他旁边，意思就是说他看到有3、5个，事实上都已经国立大学毕业了，只是说那个科系是可能比较冷门的科系，也是有台大的啦，有清大的啦。所以他说他想想，人家这样都不可惜了那我再多花1年读完之后再来做这个动作，好像也没必要，所以他觉得没关系，现在找到人生方向就好了。那后来隔了1、2年，他已经去当警察了，然后有再回来找过我。那我问他说：“那你现在觉得喜欢吗？”他说：“他至少他自己觉得警察的那个工作内容，那他觉得蛮有趣的，然后要面对很多的人事物，他觉得蛮好玩的，所以他算喜欢。”对，所以我是说，像他这样子，终于找到人生方向，虽然好像感觉上又比其他同学又慢了4年，可是我觉得最重要是要找到人生方向啦。那我再让我花一点点时间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另外有一个学生，他那个时候是算是同一届成绩最好的，当时因为成渊高中的学生的他第6是我们成渊第6届的孩子，
那陈渊的那个入学分数一直在往上攀升啊。大概原来就只要 PR， 以前是 PR 还没有会考的时候，大概以前只要 PR82就可以进成渊哈。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入学的成渊那个时候他大概是在8586那边吧，哈。那到后来成渊大概没有几年后，就是要 PR9293的才能够进成渊了哈。好，那所以他当时在第6届里面，他是3类组可以说考得最好的，就他考上哪里？他考上台大的台大园艺，好，因为那时候我们成渊的成绩考上台大园艺已经是最棒了。好，那问题是，他心目中那时候我问他，高三的时候我问他说：“哎，你想读什么？”他说：“我想读台大生科。”我说：“你确定？”他说：“对，我好想要读台大生科哦。”就后来他就以台大生科为第一志愿，但是最后就是他的分数，他只考的分数差一点点可以上台大生科，所以后来呢，他就算是高分进台大园艺，高分进了台大园艺。那我就问他说：“那他的计划是什么？”他说：“我进台大园艺。”然后到时候再转组，就是说可以内转嘛，校内内转，然后转台大生科。那我当然是祝福他好运啊！就后来果然他在大1升大2的时候顺利转了台大生科，这是他要的，对不对？结果读到大概是2年过去了，大3升大4的时候吧，回来找我聊天的时候跟我说：“哎，那时候大概开学了，也是已经9月了，开学了。”还是8月，我忘记了，他就回来找我。然后因为我有可能是暑期辅导，他回来找我，反正就是在8月还9月的时候，他回来找我，跟我说：“老师，我决定了。”我说：“你决定什么？”他说：“老师，我决定要休学。”我说：“台大生科不是你很想读的吗？你现在决定要休学？”他说：“对，老师，我决定要休学。”我说：“那你打算做什么？”他说：“我打算要重考医学系，不一定要台大医学系。”但是我决定要重考医学系，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因为其实他的生物很好，他的化学也很好。那我说你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我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兴趣没有那么重要啦，这个钱比较重要。我有想过，在台湾的台大生科的生科的这个路没有那么赚钱啦，国外生科路比较赚钱。那我今天就算到时候生科读完，我可能要再出国花个几百万，200万、300万再读个什么东西，硕士、博士什么之后再回来就当个教授，薪水也就是那样子。但是我如果当医生的话，薪水又比这个多哦，他算得很清楚，所以他觉得我决定要把我先前过去这3年的放掉，我要重考。结果他就去重考，不到一个礼拜过后。那时候他还没正式休学，因为大学比较晚开学，大概9月中吧。那他已经先去补习班报名了，然后说我已经要进去了。果然他去读了，读了没多久又跑回来找我了。我说你不是现在应该在补习班吗？他说老师啊，我放弃了啦。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进了补习班我每天早上这样听课，然后我心里就在想，今天中午补习班会给我吃什么样的便当？然后到了这个中午吃完就在想，我今天晚上会吃什么便当？他说这样过了1个礼拜，他就发现我应该考不上，我重考应该考不上医学系啊，所以他就放弃了，因为他已经过完了大学生活，他觉得太难了，所以他就不做这件事情了。结果这个孩子后来在大4那一年他后来就回去学校读。大4那一年呢，他就是加修一个课，加修商学系的课。然后等到因为他那个时候才加修商学系的课，所以最后他故意延毕，然后呢考研究所，所以后来他转而读台大商学系的研究所。到底哪个系我有点忘，可能是气管之类的商学系，然后读研究所。然后呢，我后来也问他，你这样子确定是正确选择？他说对，我现在真的很确定了，因为呢，这个还是赚钱最重要，兴趣不能当饭吃啊。所以他说这个他喜欢的化学啦，喜欢的生物这些都没有关系啊，这以后看看就好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
好好的赚钱。那他认为他这样学了以后，他后来在银行里面做事，然后他也觉得说他也学会一些投资理财的方法。那他认为这个投资理财，赚钱会比较快一点。对，所以这就是他的经验。这我是觉得找到方向比较重要了。对，找到方向比较重要。甚至，我再多讲一个，不好意思，我再多讲一个例子。有一个我们成员的孩子啊，然后他是当初学测可能可以上一个学校，但是他后来决定说要指考，指考以后呢，考上了台大生科。他考上台大生科以后，他们老师说：我觉得我想不到你这么会考，考上台大生科，那不然这样好不好？你重考好不好？我觉得你差医学系一点点哦，你重考一下，看要不要上牙医系啊？因为他当时差台大牙医一点点分数，他告诉他的老师说：“老师，我不要啊，那个牙医啊，做那个套子什么呀？啊，我不会，我不要。”所以他就顺利的去读了台大生科，读完以后又要读台大生科研究所，然后在里面混得很好，也很开心，跟同学相处很开心。突然在研一的时候，对，研二已经研二，这样是不是过了5年6年，不到6年？到研二开学没多久，大概11月的时候，跑回来找他的高中老师说，不是我啦，找他的高中老师说，老师，我现在想做一个决定，你帮我想想看可不可以？他要干什么呢？他说，老师，我休学来重考大学，你觉得怎么样？那我老师问他说，你现在想休学，你妈妈同意吗？你爸妈同意吗？他是独子，那你休学有没有想清楚要做什么？他说有啦，我在想我想要来考考看台大牙医，已经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了。然后他们老师说，你好像5、6年前跟我说你不要他说对啦，但是我现在想想，其实好像也蛮有意思的啦，所以他现在想要这样做。但是他跟他父母提出的时候，他父母说不知道该不该赞成，所以你就回去问问看你高中老师。就他高中老师就告诉我说，很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赞成你啦。不过啦，因为他现在那时候大概几岁，应该是24岁左右吧，就说好啦，反正现在的孩子老是搞不清楚。那因为真的方向太多种，不像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路子比较少，比较死啊。那现在孩子常常有的也到了30岁才做好决定啊。然后就跟他说，好了，还未满30吧。这老师就说，你就去试吧。如果你父母觉得经济上没压力，你要想试去试吧。结果这个孩子就在那一年的11月，就因为赶快还来得及，刚好还来得及报学测，他就去报名了。然后考学测，当然学测出来成绩还不够理想，因为1月就考，他只有2个月的时间准备，成绩不够理想，所以他势必要考指考的。所以后来他就去考指考，结果指考那一年就是去年的7月考的指考，刚好就是历届以来重考生最多的一届，也是历届以来重考生就是应届生考最差的一届。这个是这几年来的一个状况，重考生考生最多，当然造成了应届考生考最差的一届。那所以他考上哪里？他后来跟他老师讲说，老师，我有考上医学系。他上哪一间呢？想不到他竟然上了台大医学系。因为去年的指考突然物理变很难，数学变很难，那他是6年前的那个教科书是比较难的，所以相较而言，对他而言这些东西其实是简单的。那再加上他一直在受到生物，当然不用讲，一定考很高了哈。然后再加上英文是他一直在继续有在精进当中，因为又是很多报告都是用英文在讲的，所以后来他算是考得非常顺利，所以就考上甚至还应该是比那个还高了一些分数啊。反正他顺利考上台大医学院的医学系，很顺利，那他也很开心，那他们老师也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们也是不懂说为什么他6年前不做这个决定。那当然有可能6年前他考的时候不一定就可以考，不一定刚好在那个正确的时间进去考，他就不一定可以
刚好上得了医学系，那就是他的经验。那我会觉得说，其实人生的路如果转弯了啦，有转折什么这些都没有关系，但是重点到底有没有真的开始找到自己的方向？那我相信这孩子经过这个等于算停顿6年，也不能说这6年都没有收获啦。不过他比较麻烦的是说，如果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去休学的话，那据说他那时候，那些什么国文、英文那些必修都可以承认，可是因为他已经拿了台大的那个毕业证书了，所以后来他又重新读台大的时候，他那些国文啊、英文啊什么全部都要重修，就对。总而言之，他是从头来过一次啦。但是还是祝福他至少找到方向，对。所以我是觉得最重要就是要找到方向啦，对。那万一他就是一直找不清楚的话怎么办？那我们只能陪旁边啦。所以我们就是只能陪旁边就是了，对。所以看看吧，就是。看起来好像是老师说的是方向比速度更重要。对。但问题是我们的孩子一下子这样一下那样，因为刚才现场应该有一个家长，他说他的小孩说本来决定要跟张旭老师学这个鼓舞啊，但是呢，现在又说他不要了。我想这是比较小的时候的抉择了哈。但是到了高中跟大学，真的，他告诉我们，是30岁以前还可以改的意思吗？那如果他不是30岁呢？以我们家长来讲哈，假如说我们家长想要换一个像我自己就是换一个转了一个很大的弯，是。老师你会怎么建议？我不晓得啊。其实就算我们很多也在人生的路上已经可能走到30、40岁了，40岁才转换跑道的也很多嘛，对不对？张忠谋也是40几岁，快50岁才去设立台积电嘛。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也是只能陪伴啊，对。但是就是说，在做这些转折的时候，他有没有真的想清楚？那他想清楚的时候，是因为前面这条路刚好太难走，所以我不想爬，我不想要爬过这个山头，所以我就是换一条路转。又换一条路，他可能又觉得这条路又是太难，所以我转。所以我是觉得他如果是，其实他换的路其实是越来越难。就如果他是一个遇到挫折就转，遇到挫折就转的话，其实他将会继续永远在转，所以这样子去转是没有意义的。那如果他今天告诉你说我要转的一条路，其实是好像感觉是也没有那么容易走的哦，其实要很辛苦走的哦。那我觉得家长不妨就是支持一下，真的啦。那因为其实当然他如果找到，因为他如果找到自己有兴趣的一个工作的话，工作未来要做几十年呢。对，还是应该成全他啦，最好是啦。但是我也不否认哦，那我们以前的年代都会说画画有什么用那画画出来的画是不是可以当饭吃？那所以我们当然也会去考虑说，到底这个自己的能力如何，那是不是可以出类拔萃？然后我们是否可以在能够养活自己啊？这我想很多啦。当然我们在做这些抉择的时候，很多有时候也是家庭经济是不是能够撑得起来，那是不是可以容忍他这样子？就像我们知道说李安他要变成那样的名导演，也是要一些家庭经济上的支持嘛。所以这不是直接可以套用在每个人身上，那就是说只能说祝福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以顺利的。对。那像当初你的这个孩子，对对，牧师的大儿子啦，牧师的大儿子。那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好有一点讨论嘛，那因为妈妈也很了解这个孩子，那也知道说这个孩子蛮自律、蛮认真的啦哈。那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有听到说，但是他孩子有他自己的想法，然后他也说他不要补习这样，所以他的国中3年是没有补习。对。那后来他考出来的成绩，他觉得不够理想。好，那既然他的成绩是不够理想，以我们的教学经验来看的话，我就会觉得说他实际上是值得帮助的一个孩子。那或许他当初如果有补习，可能出来成绩又会更好。所以我那时候才建议说我记得他当初可以上的学校大概是公立的比较后面的学校。对，那我就建议说，这个爸爸妈妈要不要让他这个想想看是不是可以找到适合，然后就是说那个交通又还算可以的这个私立学校来走走看。
那因为有的人可能适合读公立，有的适合读私立，这不一而论嘛哈。所以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那刚好这个也找到了一间不错，也蛮不错。我们也稍微比较过几间私立学校嘛，然后后来发现那间交通也 OK，所以后来他就去读了一间高中，好像后来他上回我好像听他讲，因为他已经30岁了，他好像觉得说还好，他后来去读了那间高中。我32了，后来他读了那间高中，然后后来他也是要读升大学的时候嘛，升大学的时候最主要就是妈妈给他建议，觉得说要有希望他能够有一个专业能力嘛，对不对？对，后来给他，因为他刚好这孩子是比较顺服的孩子，然后也比较对自己的方向没有特定的要求，然后刚好是读文组的嘛，所以妈妈就是读对文科的，妈妈就建议他去读会计。那现在也还算是这个适才发展，那他自己也很开心嘛，对，所以这样就好了。是这样，这个是算真的是顺利的啦哈，就是一路哈，因为他那时候很小，应该算是高中就决定他不可能读研究所，就是他不喜欢读书，因为他努力了很久啊，但是他数学很好，对啊，对啊，逻辑很好，所以呢那时候就美玲老师有建议他一所私立的高中哈。但是他去读的第一天就被笑了，因为那一所高中是那时候要理光头的。哦，对，他刚开始没有校车，要坐捷运都一路被笑，因为那个私立高中，而且还要穿制服，而且还是会被打。他的成绩真的不好哈，但是他却是在那个所谓的这个数理的很强的班。他虽然立志要考会计系，是商科的，可是他却去读这个所谓的理工科自然组的，因为他希望那时候数学他是可以学到最好，啊，就是很确定的哈，因为他觉得会计系就是一毕业就不用怕没有工作，所以他志向是比较小的哈。不是比较小，是说刚好可以兴趣跟那个刚好可以。他的才能，然后刚好也可以有饭吃啊，这也蛮重要的。是，所以好像我们这个决定刚刚其实也听了好几个这个学生的个案，就是说就是到最后也会考量说出路。对，这个好像是也是需要去考量到了哈。那也很顺，一路都很顺的，真的是就是应该算我的老大跟老三啦哈。那要不要那个？老师，你要不要再举个说怎么样引导孩子？就是说能力真的是有限，那他早就应该要，因为我们的虽然高职不是说也是很好的，可是就是怎么引导孩子？因为你是高中的老师嘛，你怎么样引导？其实就是说，就是说，像比如说你们家老三嘛哈。你们家老三的时候，可能他更是觉得说他自己可能考出来成绩还比哥哥差，对不对？对，比哥哥更差。然后那时候私立学校高中都考不上，记得吗？对，就是说比较一般的，我们常听到的有名的私立高中也上不了，对。但是那时候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本来就已经有繁星计划这样的东西嘛，然后升大学其实不是只有只考这样的一条路，那所以。所以我记得，老三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讨论的，也是有稍微简单讨论啦。那本来我是有，因为那时候有护校，那我本来是有问一下说，要不要考虑护校？那爸爸那时候就因为我是觉得护校也是有工作嘛，那硬是读高中有那么适合吗？那也稍微提过，就爸爸就跟我说，不行，我们这个女儿也是要读高中啊，因为我们原来的观念里头就是觉得就是应该。我不一定有读大学，对，然后小孩一定要尽量高中，因为现在确实读高中人变多了。我小孩应该要读高中，然后要读大学，这样才对。那他也觉得这孩子应该也够努力，那是不是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他嘛？对，那我们后来想想，就是说，那就是去私校没关系。那确实一般常听的私校，他的成绩上不了，所以我们就因这个应验老师那时候找了一个比较少听说的私立学校，那当然可能风评不一定有那么好。可是呢，最主要就是它好像只有一栋大楼嘛，对。
但是呢，就是你对，但是你就是变成你要熬得住，你就是要熬过高中这3年。所以我记得他那时候后来熬过这3年的时候，他事实上他成绩都在很前面，对吧？都是第1名、第2名嘛。对，那所以我记得他后来之后最后总平均是1%的。那这时候当然我们就要好好利用这个1%的方式去做升学的一个管道。那如果说你在学测升学上没有申请入学繁星计划里面你没有用上的话，那你接下来如果用来申请入学，其实就很不利，因为其他的讲白一点，就是他的状况又比哥哥可能考试不是那么有利，所以他如果去申请就比较机会差一点，那指考就机会更差。所以我们明白这个状况以后，就很希望他这个繁星一定要上嘛。对，可是那时候刚好他们学校老师竟然跟他建议说：“哎呀，你这个机会刚好符合中山大学的社会系，对不对？”对，然后呢，强力跟他推荐。可是妈妈很有远见，妈妈的看法觉得，哎呦，很担心这个中山大学万一上不了，第1阶段过不了，你就只能回到申请。其实那你这过去3年有点白熬了嘛，对不对？对，然后后来呢，刚好有个机会，我也跟孩子稍微聊了一下天后来就发现，他有告诉我啦，孩子有跟我说，其实他觉得，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考虑2间嘛，好像是中山大学跟东华大学，对不对？对，那时候呢，我跟妈妈都希望说他干脆就选东华，因为我们觉得他选中山的社会系有点危险，万一全台湾有人跟他一样的状况符合那个资格，那他可能就会被挤掉了，被挤掉几率是有的啦。那我们觉得太冒险了，所以我们2个都希望说他不要这样选哈。但是学校老师又认真的鼓励他。后来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得蛮心动的要去中山？”他有告诉我，他说：“哎呀，我这个觉得其实过去这3年他有一点觉得同才的那个同才的素质有点低一点所以他觉得很不适应。他觉得在那个地方比较不是可以交到好朋友，那他很怕他到时候又面临，就是外大学面临相同的这个状况。”那后来我就赶快分析给他听，他是让他的分数，以他考出来的学测分数，那么去中山大学其实是高攀的大概几分，然后去这个东华大学大概又高攀了几分，然后他大概可以顺利的怎么样去走完然后我跟他保证说，我保证你在东华遇到的同才的状况绝对够了啦，就是绝对你会喜欢啦，不至于说像先前跟原来高中遇到的状况是不一样，因为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做升学嘛。后来他有听进去，然后后来也选择东华。后来我们事后发现，他如果选中山的社会，他第1阶段就被刷掉。对，这个第1阶段就被刷掉。所以幸好他有听我们俩的话。我想还有一个，刚刚我们说出路以外，因为社工系跟社会系不一样社会系那个出路一定要在读研究所。那我的小孩子是都高中就立志不再读研究所所以我也鼓励他，因为社工也算是一技之长。我们所谓的就是说，你学了以后，你刚刚毕业很难没有工作啦，只要你愿意做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会考量，像刚才美玲老师说的从同才之间，东华我们去了解，我们也实地去了那个学校，我们发现他们同才之间真的非常好就是当一家人就是说，因为它是比较东部，是大部分都是我们所谓的原住民来读，那他们很有那种群体的观念。就我的孩子去那边读了4年，他等于交了非常多的朋友，他交了非常多的家庭跟家族，也跟很多的这个原住民的，甚至都把他当女儿看所以对他的人生是一个很大的助所以我想不只是出路人际之间，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资源。这样所以非常谢谢美玲老师下次再邀请美玲老师来讲我老二，因为我老二比较这个跟今天的题目这个要另外再开时间那等一下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再回来讲，因为这个跟升学就有点不一样，因为我的孩子已经走到黑道去了已经偏了也促成很大的错误那怎么样子再回来这真的是
这个可以拍电影的哈。那郭丽美玲老师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哈。那我想美玲老师你自己也有小孩，对，像现在这么多资源，哦，你的孩子又很聪明，我的也没有啦。小孩子他们都说哦，你孩子很聪明，很喜欢跟你的孩子在一起。那在这样的资源下，你怎么样帮助你的自己的小孩啊？你有没有特别觉得说，哎，怎么样子帮他们教育，就是可以因材施教啊？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学到什么？我应该这样讲了哈，就是我儿子的状况，其实就是对了，刚好上帝祝福啦，所以他的我后来有陆续发现他算是比较聪明的孩子，然后应该他是智商远高于我，然后但是呢，其实，在升学的过程当中，也曾经考虑是不是要读国中，要不要读私校啊、哦？那当然原因很多啦，就是读私校有私校的优点，那个时候会去考虑，当然就是我们那一届刚好就是哦，他是103，他是106，103那一年读国中的，那一年就是103，就是第一年白老鼠嘛，就是升大学升高中那一年，第一年什么作文算分啊，什么一切很乱，会考的第一年，所以大家都很害怕那一年的私校的报考率，私立国中的报考率哦，哇，真的是很抢手哦，大概各校的那个报名人数都暴增几倍哦，那开始变得更难考，这样子一些抢手国中更难考。那当然到最后，后来还是选择一般的公立高中，然后后来他也上了大学，后来上了高中嘛。那其实我应该这样讲，在上高中的这个阶段，其实，我当然也会去注意说，哎，其实有模拟考，模拟考就是要让你去看看他的状况怎样，因为有时候其实我们家长也不清楚孩子的程度，哎，是不是他真的有这么优秀，我们也搞不清楚。那所以模拟考是一个普遍性的考试，那像他们那时候参加了北基的考生大概就6万，对，就有6万，所以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他大概是不是真的有在前面。那我们当然看，其实如果你刚好是孩子比较在前面的，运气就比较，你只要看他总人数有没有前面多少人嘛。那比如说以建中来讲，就是录取个1000人啊，那这个北一女就是录取个700-800人嘛。你如果总人数有在前面，他有分哦，他会把那个成绩写出来，就是那个怎么讲，那个叫做模拟考的成绩单上面会显示总排名多少名，然后男生排名多少，女生排名多少，所以其实你是可以看得到他大概会上什么学校。如果在前面的是比较好抓啦，后面的就当然是比较难抓，可是还是可以评估一下。那后来他在升大学的时候，其实是蛮挫折的。升大学的时候，他的那个，所以挫折是挫折，因为他学测，他以为会考得很好，他有开始努力了哈，那他当然是在学测在准备的时候有点慢啊，但是他以为他会考不错，那我会觉得说你高三才好好认真准备哈，其实是太冒险了，尤其他的这个考试又在最后一刻才写完历届考题啊，但他至少他是一个会全部把这个历届考题写完的人。OK， 所以后来他就去考了，就没有想到，他以为他心目中理想的学校，他恐怕要考个59几分、58几分或60几分，60就满几分嘛。结果他就考出来的结果，他拿到成绩单吓一跳，各科都14。那现在像以今年来讲，各科14算厉害，但是他那一年各科14的算很差，因为刚好数学，大家有可能听说，他去年考的那一年刚好是去年1月的吧，刚好是数学15几分的，进来有1万多人，后来这个大考中心的主任还下台，好，对不对？就是那个例子。那当然这个，不听说那个主任是不错的主任，但是中间就有很多的状况嘛，哈，那我们就不提。但总而言之，对他而言是个挫折。那他就会想说，我没得申请，我连申请都不要申请，没有一间好学校了，就是大概没有办法找到他心目中要的学校。那我就会觉得说，对，因为他在那一年的数学这么吃，因为他刚好粗心，他都刚好粗心错一点啊，就糟糕了。是让他模拟考绝对不是这个成绩，那怎么办？
那后来我就跟他建议说，我有很明确的分析给他，我只有分析给他听，决定是他做的。我说你自己小心哦，你真的要指考的话，我推测这一年会是最难考的一年指考，因为重考生最多。然后呢，我也分析给他看，因为他想要读的是2类，那就是因为其实有时候家长不是那么清楚状况，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才知道，看到什么呢？过去在透过指考入学的，跟透过这个申请入学的，好，在几年前有讲了一句话说，好，我们首次让申请入学的占51%，我先前是说只有40%，申请入学就是说指考占60%，然后申请入学占40%，申请加上繁星那些大概占40%。结果后来呢，就逐年改，有一年他就说首次让这个指考只剩下大概49这样，那我们就会错误的以为说啊，那所以只是说让申请超过一点点，申请51，那指考会有49，结果逐年的蚕食经痛，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的状况？其实我儿子去年考的那个时候，不是我儿子，应该说我儿子考的前一年的状况，数据统计出来，大家都以为指考入学有多少百分比，那我不知道你们清不清楚哈，到底透过指考入学会有多少百分比？结果后来剩下30%，对，现在大家都知道30%，这个应验牧师都很清楚哦，确实是有30%，可是真相藏在细节里面。怎么说呢？1类的大概有30%，3类的大概有30%，而且3类保留了一定名额的这个医学系在那里。那我儿子就是说，他就是对医学系没有兴趣，他就是要读这个。那我们就让他他就是要读这个电机，当时就跟我讲他要读电机，甚至我讲一件事情哦，他后来是考上建中没有错，但是在国9那一年啊，国9那一年不是大家都听说有那种记忆班这种东西吗？对，然后那通常记忆班就是说已经决定要读高职的孩子，就可以去到某些高职去高职高工去参观，然后就可能礼拜2的整个下午都是外出去那边上课，对不对？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有让大家做这个学习摸索，而且如果你有去记忆班的话，你到时候五专这边会加分，五专这边可以加分哈，然后那个对你的升学是有优势的。如果你读五专或者读高职啊，高职大概现在没有办法加分，但就是一个帮助，然后会拿到一张证照。我儿子跑来跟我说：“妈妈，我礼拜2下午我想要去这样子。”那大家都在很认真的读指考，读会考的东西。他跟我说要考这个，然后还跟我说他在就是说没事干这样。那我后来我问了清楚，到底礼拜2下午都是什么课？后来他就说了，大概可能是家政或什么，他也没什么兴趣的。后来我就想，我就答应他就去了。所以大家在如火如荼的准备会考的时候，他去参加这个，所以他有那么一张证照，你知道吗？有那么一张修课证明。我还想说，哇，我相信全建中应该没几个人有这张东西哦，所以你学测大概到时候申请入学用得上哦。结果没想到学测考砸了，完全用不上。那他告诉我说他拼指考，结果真相是指考的话，2类不到10%，2类的名额不到10%，差这么多，你不能理解对不对？对，我解释一下，它不到10%。它不但不到10%，而且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指考现在表面上说的30%，其实呢只有20几%，只有20几%。然后呢，他把名额先释放出去，释放出超过70%的名额，放在申请入学，放在繁星，放在什么特殊选材，有听过对不对？特殊选材呢，先前刚出来的时候是告诉你1到3%，现在是满满的3点多%。那他这样子整个把这些都涵盖起来的话，其实是超过70几%。然后70几%之后，有些孩子后来录取了，到最后一刻做个决定说啊，我这个校系还是不满意，我放弃。所以放弃以后再回流来的，整个加起来才有30%。所以其实当他那时候要选择去考指考的时候，第一个他的对手都是前3志愿的孩子，绝大部分是前3志愿的孩子。第二，他能够
他心目中满意的科系其实已经很少了，名额也非常的少，除非他要考到全国的多少名，讲白一点就这样讲，他考进全国前50名，他才有机会上他心目中理想的学校。我说这太难了吧，我其实一直在扯后腿，我一直跟他说，你不要，好不好？你考虑清楚，你想清楚啊。他说我想清楚了。然后他就开始，他自己到这点倒不错，他就开始规划哦，他有想哦，我如果要考上这个系，我各科，因为我那时候也不是那么清楚，我没有仔细去研究，他有上去研究，我要考上这个系，我的每一科平均啊，结论80分，结论就是82还是几分？对，每一科平均要有82分哦，所以他就算啊，我那一科某一科应该。就是说我如果这一科高一点，我那一科再低一点，会怎么样？所以他就开始算，我要怎么让每一科平均都有，我怎么样让我的平均达到这个分数，然后每一科多少，每一科多少这样。到最后，我跟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建议，我跟他说，你一定要想清楚，我认为上帝给你这个转折啦，那你自己，我个人认为你太用韩语在说的叫做无视啊，对不对？太无视别人，我觉得你有点太骄傲。他说会吗？我哪有？我说你自己没感觉。那我相信这是上帝要给你学习。那我说你这点一定要改。我记得我那时候跟他提了3点，但是我最重要的就是这，对，我跟他提了1点哦，我跟他说，你如果只有平均82可能不够哦，你如果那么有强烈决心，我非这个系不读，我如果上不了这个系，他甚至告诉我说，我上不了这个系哈，我就不要上我心目中第2志愿那个系，我要故意填比较差的系，到时候在那个比较差的系，然后可以内转的，就是在系里头轻易的得到第1名、第2名，然后到时候再去内转到最想要去的系，他连这个都想了，你知道吗？那甚至他不想要心目中的第2志愿的系啊。我说好了，那就代表你有强烈的决心，然后我就提醒你，请你必须要不是以82分为准，我跟他说你最好以85分为准，因为你以为你会考到82，最后刚好差一点点，只有80了，那你怎么办？你是不是很哦？所以说，那你要目标定高一点，万一考差了就还好，我就叫说，你定85，好，就后来他也听进去了。我记得我建议他3个，那我现在只记得那一项哦，然后对，我还建议了一个，我第2个我还建议了一个，我叫说，因为我的学生去告诉我说冲刺班很有效，我学生告诉我说冲刺班很有效，老师你一定要告诉学弟妹，然后那冲刺班又很贵，然后老师也没教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跟我那我就告诉他说，我主动要求你要去冲刺班哦，他说真的要花钱呢，我说对啊去啊。我主动要求他去冲刺班，那你一定要去哦。我说好啊，他就有答应我，所以我要求他3件事，就这3个。第一个，目标定高一点；第2个要这样子啊；第2就是说冲刺班啊；第3个，心态要改，不可以无视别人。那他告诉我他有改，那我也不知道。那最后来他顺利考上他要的学校，那他的那个分数果然就是平均85左右。对，所以。那后来他去冲刺班的时候，有可能他当时是没有办法考到这么好，但是他去冲刺班的第1天呢，就跟我说：“哦，妈妈，好有读书的 feel 啊！”他以为他自己去补习班已经很棒，就是已经我很认真在读。他去到那边，他发现那个月确实让他有精进一些啦。那我想就是对他有帮助。那当然顺利他考上，我也是很开心。大概就这样子。是，所以但是我女儿就不是哦，我女儿的状况就跟她截然不同。对，但是我女儿状况不是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我确实对于五专的升学没有那么理解，那所以我们一说实在，我们五专一般的理解就是优免嘛，好，优免可以入学这样子，优免完以后就，其实像这样讲，我那时候针对他考出来的。在还没考试之前呢，我就跟爸爸说哈，我搞不清楚他应该读五专还是读高中。那他其实对学习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的时候，我们硬逼他去读高中是对的。那么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现在又这么多人大学那么好考了，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未来是不是真的不行？那我们至少要混个大学有没有？感觉上就这样。所以我也觉得说我们就高中只要让他去读私校，花大钱让他读私校都没有关系。他想住校，我们也想办法帮他住校，这些都没有关系。只要他不要学坏就好。我们心目中只有这点，不希望他学坏，就这样而已。结果后来在就是他就今年升学，那在那些选择的过程当中，本来也想好要读哪间高中了，就后来他自己想一想又说不要，那到最后我们就是选择了五专。那五专的时候又觉得优免，大家都是优免或联招了哈。那后来优免后来他上以后，我们就让他去。那时候就想说护士或许未来是一技之长，那也不怕没饭吃，那他不算排斥。那其实他是有跟我说，他比较想学的是这个幼保，可是我们又很怕一件事情，就是幼保万一未来没饭吃怎么办？因为现在少子化，然后大家又工作到年龄比较长才会退，所以其实是没什么职缺。我听到幼稚园关起来有好几间，所以也是会怕啦。那到最后就是想说，那不然就暂时，如果他不排斥的话，暂时就是去读护士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就直接讲，后来他就在优免的时候上了更新这样子哈。那其实这需要他在学成绩有一些协助。不是，这所有的在学学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如果去上记忆班有加分啊，然后不能有那个叫做不能够有大过啦什么之类的类似东西啦哈，然后该有的这个学习服务学习都有，而且那个都有做足。哇，我时间快要超过，我赶快讲完哦。结果后来他就可以上更新的护理科了，那我们就不敢让他再尝试那个联招啦，因为他是可以尝试联免。但是因为联免觉得名额太少，他也没机会，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有一天他都定案了，我们都报到了。有一天他们老师通知我，你知道吗？马街医院要续招了。马街医院在北台湾的话，护理科算是第一志愿，更新算第二志愿，更新的新店校区算第二志愿。我说真的那我们就来赶快准备续招的资料，我就赶快准备，就上了。后来没想到他上了，就这样。那其实所以说，我觉得要够清楚这些制度，然后可以帮上他的忙。那我们原来会以为说续招的学校都很烂才会有续招，结果不是。其实马街续招的名额会反而比更新多，为什么？因为五专跟高中是不一样的制度，就是你可以报五专跟高中可以同时上，最后再做选择。那所以其实五专里面好一点的学校反而是缺额，就是说必须要办理续招的缺额会更多。为什么？因为他就比较好的孩子，成绩比较高的孩子，可能在最后一刻选择读高中的，所以他反而这边名额会缺的比较多一点。那越后面的学校可能就缺额少一点。以这样来讲，反而他就试出了缺额，我们就赶快，因为我刚好知道这个路径，然后所以我们最后就尝试了，最后有上了。就他是让在更新那边已经认识一些孩子，甚至比如说有新竹来的孩子，就说你可以去哦，那怎么我当初是马街第一志愿，你怎么会有这个路等等之类的？那他就刚好因为不知道这个制度，而且他的他的会考成绩比我女儿还高5分。结果后来他没有办法上他心目中的理想，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了解这个制度也蛮重要的。我们可能要帮忙，还是了解这个制度。那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新竹的比较不知道北台湾的一些规定，对，大概是这样子。对，非常谢谢美玲老师哈，我相信美玲老师也非常想要帮助可以帮助的特别是在制度方面然后那我们全人生命教育协会非常荣幸可以来认识美玲老师那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我可以透过我们协会，我们也可以问美玲老师可以。我们已经时间到了如果有想要，然后非常精彩的分享那如果大家有什么这个想要请问的，其实你可以在这边我们留言板可以来留言那下一个礼拜我们同一个时间是有一个年轻的导演，这个很有名的导演他在电影界里面，等一下你可以看得到，他叫罗越那我认识他就知道说，其实他一开始就很清楚他的方向。他从他在国外读书，就是致力回来台湾读这个当导演那他就一路在大学的时候不断的尝试
去比赛，所以他在大学4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可以拍一个商业的电影哈。那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身边的人哈，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彼此帮助。那音乐牧师也是这个协会也是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成长哈，我们一起来帮助我们身边的孩子哈。所以我们谢谢郭美玲老师，然后我们的好朋友们哈，如果你需要音乐牧师为你祷告的，或者是你有特别的事，你可以留下来哈，或者是你可以举手哈那你可以我们等一下音乐牧师可以开启他的会议室，那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我可以听你说，或者是你有疑问的话，你可以留下来只是很抱歉，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那我会把你的疑问可以交给美玲老师，所以我们先跟美玲老师说再见，也谢谢美玲老师，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我们分享。那我会把如果有疑问我们再交给你谢谢。好的。那亲爱的大家尤其在现场的在我们这个协会的在江南教5楼的现场的家长，可能你的孩子快补班已经结束那你如果持续有要跟我们对话，或者是可以想要跟音乐牧师聊天那你可以还在留在这里那如果你特别需要你的孩子有需要为你祷告的，或者是帮你这个引介一些资源的像上次来的淑云老师或者是郭美玲老师其实他们都是非常愿意的那你可以留在这里那你可以举手好吗？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举手让我知道，那我们可以另外开一个教室，我们可以有一些谈话的时间，音乐牧师也可以为你祝福来祷告好，那有吗？有没有要提出疑问问题的，或者是想要这个跟我们有所连结的，请你可以举手。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或者是你想要到最后那你也可以留到最后再离开了那音乐牧师就祝福大家我们下个礼拜610月9号我们持续有那我们呢一样6点半我们要跟魔月这个年轻的这个导演来见面他跟我们分享怎么样用媒体在我们的这个升学的过程108课纲里面怎么样透过媒体，因为这个确实考试是会考的，他会问你这个辨识这个是真的还假的啦好，那如果大家这个有事情，或者是我们就再见咯，我们要祝福大家。如果你有需要要跟音乐牧师聊天的，那请你可以留下来。